產量最多嘅一個單位。咁所以咧，廣東咧已經連續好幾十年係全國嘅經濟嘅一個，佢嘅產量咧係已經超過北京以及咧北京嘅直轄市以及上海呢啲龐大經濟體系。嗱，咁呢個咧就廣東嘅情況，即係舉例啫，當然係比較係特別特殊一啲啦。咁而且咧，廣東嗰個面積只係俄羅斯嘅百分之幾，差唔多接近啦，比較1%多啲。而嗰個嘅總產量係超過成個俄羅斯。我哋知道俄羅斯係以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嘅一個組成嘅最主要嘅部分。咁到蘇聯解體啦，俄羅斯亦係佔咗一個係整個以前嘅蘇聯嘅大部分。咁世界兩大國美蘇或者美俄，但係由於種種嘅因素，今日俄羅斯嘅經濟已經咧係連到廣東省都不如，亦即係話咧，廣東省嘅產量經濟力係超過俄羅斯，廣東省嘅經濟力係超過印度。咁你話係咪令開心咧？而湖南咧同廣東咧就關係好密切，以前咧就經濟互補，當然係啦。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咧，國家嘅政策就傾斜響廣東，咁用廣東有好多特殊化稅制或者有某一啲嘅政策咧，佢係行先。咁撇開呢個近呢幾十年嘅經濟改革開放同埋積極嘅發展之外，其實係響滿清之前、滿清嘅時候或者滿清之後，其實廣東同湖南嘅關係咧就好密切。咁所以咧，過去咧嗰啲官制咧，亦都試過咧係設有湖廣總督，即係一個行政長官係管埋咧，將廣東同埋湖南咧係合埋嘅。咁到清末民初民國時代，以至到係呢個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時代，咁湖南咧都係喺歷史上社會上文學上係好多人物同佔有歷史嘅好重要嘅地位。咁呢個咧，我唔詳細講啦。你
你就算你唔講任何嘢啊，你一舉出毛主席就湖南人，點知毛主席啊，仲有喺今日嘅中國人民共和國嘅政壇裏邊，或者喺呢個革命上面，或者係同國民黨共同合作嘅時候，或者係國共分家開始，大家響度呢個各自爭奪呢個領導地位，湖南人都係佔好多重要嘅崗位、重要嘅人物。咁啊，唔使我逐個講啦，各位大概都會知道有邊啲。如果係唔大概，你要去知道詳細啲，你走去睇下近代嘅嗰啲參與革命嘅人物，或者係響國家嘅發展上面或者管治上面有啲咩人物，係嘛？咁另外仲有咧，就話兩湖，湖北、湖南關係亦都係密切，經濟上面、軍事上面，以及咧係嗰個嘅響近代嘅歷史嘅推移同埋發展上面。咁講到湖南嘅地方嘅話咧，咁我哋知道，如果話以知識嘅層面、文化嘅層面呢個山川形勢、交通旅遊嘅層面，咁我哋知道咧，政治上面，毛澤東先生、毛主席係湖南嘅湘潭人，佢一個係文質彬彬嘅人，係曾經響呢個北大圖書館工作，但係咧就因為覺得咧係呢個係國家咧係需要咧係奮發實行一啲新嘅嗰個主義，唔能夠咧係再好似過去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咧佢後來咧就參與咗呢個中國共產黨。咁啊，中國共產黨啊係響幾時成立啊？咁其實嚟到講咧，而家年年都有好多嘅各類不同嘅慶祝紀念。咁譬如話以香港回歸29年，咁出年自然係30年啦，後年自然31年啦，一路排落去啦。咁然後咧，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10月1號，當咧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當中取得到勝利之後，1949年10月1號，國家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因為中國人民共和國就中國共產黨嚟到去你用普通講法就打返嚟又好，或者聯結埋中國嘅人民軍民嚟到要建立佢哋心目中嘅國家又好，都係一個中國嘅劃時代嘅人物嘅日子同埋重要嘅事情。咁所以咧，1949年嘅10月1號，毛澤東主席同埋一眾嘅嗰啲，我哋或者用翻一個舊嘅講法，文武百官
朱德總司令、周恩來總理，以及許許多多文武百官，唔止各方面嘅有代表性人物，響天安門上面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啦。咁呢一個嘅湖南人佔相當多喎，呢個好自然啦，好自然啦。咁共產黨響邊一年成立啊？而家都講啦，啊，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幾多年？幾多年啊？嗱，1921年成立，1921年，1921年即係邊一年啊？即係民國10年咯。因為滿清遜位，點解滿清遜位？因為發生1911年10月10號嘅武昌起義或者武昌首義啊，咁所以咧，1912年咧就正式係民國元年。咁啊，1921年係民國10年。呢一年，中山先生佢雖然間領導革命啊，雖然間革命係成功啊，但係滿清退位之後咧，我哋知道主要咧就係袁世凱，因為袁世凱響南北議和時候，同南方嘅革命政府係大家傾掂數，只要袁世凱係能夠說服滿清遜位，咁樣嘅時候咧，中山先生就會辭去臨時大總統嘅職位，咁啊，然後咧就由袁世凱唔係臨時大總統，擔任第一任嘅正式嘅大總統，咁所以咧，滿清嘅遜位啦，嗱，亦都成為咗咧。嗱，我哋睇翻歷史，全世界各個革命，大多數唔知大多數，絕大多數被革命嘅嗰個原有嘅皇室，都難免於啦，係被行刑，或者不至於好似我哋中國響古代慣常誅九族、誅幾多族，但起碼嘅皇室，除咗嗰個君主之外，嘅仲有家人，大多數咧都活到那一年就叫做係咁先。喂，全世界冇幾多個國家係經革命又好，經叛變又好，總言之咧，就係被逼
下野或者完全咧係嗰個嘅係經過血腥嘅一個殺戮，全世界絕大多數都會係一個血腥嘅過程。你滿清都算突出，竟然間南北議和，南方同意，如果嗰個滿清順位袁世凱說服得動佢，就會選袁世凱做大總統。滿清咧繼續掌皇宮裏邊，嗰皇族繼續可以咧係有佢嘅規格，有佢嘅陣勢。雖然而家冇皇帝做啦，但係嘅話咧仍係有優待，而且係每一年咧都有一筆好龐大嘅年費使費嚟到俾佢繼續養住相當大批嘅宮內嘅人員。嗱，呢個咧就好少有嘅。咁所以響呢個實際上咧，中山先生咧嗰個臨時大總統咧係做咗冇幾多日。好啦，咁跟住咧以後咧就袁世凱掌政。袁世凱一言九鼎，所有嗰啲軍閥咧都可以講係聽命於袁世凱。咁呢一個咧就係當時嘅情形。嗱，咁講到湖南嘅話咧，咁唔使講啦，我剛才講咗啦，湖南同廣東關係啦，湖南同湖北嘅關係，所以有兩湖之稱。咁講湖南，咁梗係要講中國共產黨嘅領導嘅當局。我哋知道響長征嘅過程裏邊，所以長征即係被逼離開江西嘅井岡山，避免咧被國民黨消滅。於是乎經由江西、湖南、貴州、四川，係咁一路行一步，先至決定下一步去邊度。咁然後到到最後咧，就響川北就進入呢個嘅甘肅，再由甘肅咧就去嗰個嘅陝西嘅北部，喺延安嘅地方。咁響嗰時咧係叫做係有機會咧係喘息，有機會整固然後跟住嘅話咧，到呢個77盧溝橋事變之後嘅話咧，就全國一致係抗日。咁於是乎咧，中國共產黨亦都有機會咧係嚟到去係喘定，跟住咧就繼續發展。咁所以中國共產黨咧就1921年成立，1921年。而呢一年咧，正就係孫中山先生咧就響嗰個廣州就建立革命政府，建立呢個革命政府。咁所以1921年咧就一個係相當重要嘅日子對中國，無論係中山先生領導嘅國民黨，抑或係嗰個毛澤東、周恩來
朱德呢幾位，當然亦都加埋劉少奇啦。咁仲有好多嘅人物。咁佢哋咧就響1921年咧就響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咁以後咧就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咧就響中山先生領導之下咧就中國共產黨亦都大家同意啦，加入埋國民黨咁成為國民黨嘅成員。所以當時嘅共產黨咧係既有共產黨嘅嗰個黨員嘅身份，亦有國民黨黨員嘅身份。咁當時咧就兩黨咧就響廣州就係呢個組成個合作嘅嗰個方案國共第一次合作。咁然後咧到跟住咧中山先生咧亦都響呢個廣州咧成立黃埔軍校咁所以黃埔軍校嘅話咧亦都除咗佢係新招收嗰啲嘅人之外，亦都有一啲嘅共產黨員咧，亦都加入埋呢個黃埔軍校裏邊有啲係做學生，有啲係做教官。咁呢種情形咧，直至到黃埔軍校咧嘅嗰個校長咧，就由蔣介石啦，蔣介石佢自己後來改名做蔣中正啦。不過咧，一般歷史上面嘅話咧，都仍多數係稱佢做蔣介石咁直至到1924年12月嘅時候咧，咁中山先生咧就應北洋嘅軍政府嘅執政段祺瑞嘅邀請，就去北京商談國事。咁商談國事嘅話咧，但係實際上咧呢個時間咧中山先生咧係已經有病啦。其實到1925年1月咧，嗰個病情咧更加惡化，然後喺1925年嘅3月12號就喺養和醫院咧係病逝嘅咁所以咧喺呢個近代現代嘅呢個中國嘅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經過國民黨統治嘅一個短時期，然後後來再轉變為呢個中國共產黨係呢個係領導係管治嘅話咧，廣東湖南湖北呢啲省份都好重要。當然其實咧，我哋如果以廣東人或者香港人嚟到講，中山先生梗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人物對佢歷史特別係重視。但係實際上面嘅話咧，中國嘅近代嘅革命咧係全國嘅事，普遍嘅事。咁所以咧，如果話講呢個廣東革命固然之重要，但係湖北嘅革命咧就更加重要。咁我哋講有關於中國嘅近代史嘅時候咧，就除咗講佢嘅風景之外咧，我哋亦都咧係要講下佢嘅歷史同埋人物。好，我哋今日暫時講到呢度。